大家好，又話我 Rose，跟住咧今日又係講咩咧？近排咧有睇到新聞咯，話澳門依家越嚟越多人墮海墮樓啊！條片咧就特登咁樣講咧，呢個世界咧真係非常黑暗㗎。嗰個輕易跳樓，即係證明佢嘅心性應該都幾弱，人生咧充滿希望，前路由你創。就是你。本仲有1萬蚊喎，你咁樣拜拜咗，你1萬蚊冇得使㗎咯。現代人啊，受挫能力有啲差喎，真係以為一死就白了啦。喂，有少少係似逃避現實喎。婆媳關係、金錢問題、情感困擾、學校霸凌、學業問題。目前小朋友又或者嗰啲學生咧，壓力基本上都幾大啊！但係其實我唔知覺得捲咩學歷出嚟行，即係你一讀完書之後咧，出嚟行嘅社會咧更加黑暗，更加大壓力。如果依家咧連呢啲問題咧你都解決唔到，咁快就以逃避問題一了百了啦，白頭人送黑頭人咯。加上澳門街咧已經係小城嚟，即係個世界超級大啊！例如話你去台灣、香港可能都600萬啫。但係台灣係2000萬，就係中國咧就14億，即係依啲地方咧，澳門咧就得60萬，所以呢個係小城嚟㗎。如果連澳門呢個小城係活在呢個單一嘅小城入邊啊，思維都比較單一啊，唔夠開闊，格局唔夠大啊，遇到少少壓力墮樓啊、墮海啊，太唔珍惜生命。有好多嗰啲癌症病人，佢哋好想活都活唔到啊，對付壞人，又或者對付黑暗嘅命運，大嘅反擊咧就係要活好自己嘅人生。然後咧要活得比佢哋更好。Nice。而家咧就等佢哋知道，原來你活得係超爆好嘅，等激死佢哋，呢啲先係真正嘅反擊吧。你有病。現代人心理問題真係好鬼大，即係喐啲就憂鬱，又或者可能依家科技又發達啦，造就幸福就已經令到好多人啲心理加劇啊，憂鬱可能就係咁同人哋對比。網絡上咧啲人就鋪好報喜不報憂噶嘛，你就只會見到片面嘅一面，就好容易咧就墮入話哇做咩人哋咁好啊，嗰啲地位遊戲話哇做咩人哋份工咁好人哋屋企咁幸福，人哋個男朋友咁正，老公咁正，跟住人哋有包包，我冇包包，跟住我活得凄慘。睇得多呢啲咧，令到人哋係咁比較，真係玩呢個地位遊戲。真係推薦大家一本書叫《納尼亞寶典》啦，佢教你點樣咧重新定義幸福，跟住咧重新睇下點樣賺錢。就係個社會係無敵黑暗，認清真相，認清事實。唔好就係睇嗰啲美好嘅一面，都要睇下壞嘅一面，知道下世界壞嘅，咁先可以避開。呢個咧都係嗰個巴菲特個 friend 查理蒙格，就係我知道我做啲咩會死嘅，然後我就唔好做，咁我就永遠都唔會中招。好慨嘆就係咁，唔止話經濟環境，其實出嚟行咧更加多困難等住你啊！人永遠真係要充滿希望。